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7米时间。今天我们继续推出迎接党的19大系列节目《对话高原》。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素有江河之源、名山之宗、牦牛之地、歌舞之乡和中华水塔的美誉。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和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覆盖玉树州全境。今年7月7日，在波兰举行的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可可西里经世界遗产委员会一致同意，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可可西里的成功申遗对玉树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怎样的意义，又意味着怎样的责任和义务呢？本期7米时间对话高原，一起去对话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吴德军。可可西里那种震撼人心的美，我们的任务就是让它永远这样子，不要去破坏，让青山绿水，我们的雪山冰川变成金山银山，让老百姓在保护环境当中得到有收获感，富裕起来。吴书记好，今天是周末，非常不好意思让您在这个休息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今年的7月，我们的可可西里成功申遗，当时您也参加了在波兰举行的第41届这个世界遗产大会。当我们的这个代表着可可西里申遗成功的这个木锤落下的时候，您在现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7月7日，我们在波兰。参加这个自然遗产大会，当那个波兰总理，也就是大会主席敲下木锤的时候，全场是这个经久不息的掌声，非常的热烈。这一刻呢，我非常的激动，也自豪，一个是我们的可可西里。太美了啊！全世界都认为它太美了啊！我为我们的可可西里自豪啊！同时呢，我是40万玉树儿女的一个代表啊，我也为我们的40万玉树人感到自豪，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相生相依，也是这个土地的一部分，他们守护了它，保护了它，我为他们感到自豪，同时呢，我也为我们的国家感到自豪，这些年，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关心青藏高原，保护青藏高原，这也是。在人类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我们成功了。在那次的世界遗产大会上，有很多的这个自然遗产入了这个名录，包括我们国家还有这个鼓浪屿。那么您觉得我们的可可西里有它的独特之处是什么呢？关于这个话题，其实能把我在这个波兰听他们那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他们的评价报告中的一段话，通过我，分享给大家，是不是更合适一点？非常期待。哎，好。他是这样说的，这些话都是让我热血沸腾，他说，可可西里是世界上最大、最年轻的高原的一部分，拥有非凡的自然美景，其美丽超出人类的想象，在所有的方面。都叹为观止。可可西里充满着极具冲击力的各种对比，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系统，宏伟壮观，无遮无挡的高原背景下，活跃的野生动植物、微小的垫状植物与高耸的皑皑雪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确实，这个语言美吧？非常美，确实。
我们也许大家生活在这片土地的时候习以为常了，但是当别人的眼光来看待这片热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加的热爱这片热土，也会有更加这种责任去保护这片土地。那么我想问书记的是，我们的可可西里生意成功之后，对于我们玉树来说，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意义，一个，就说是全世界都知道可可西里了，知道青藏高原了我们的可可西里，我们的青藏高原，我们的三江源，它是世界的三江源，人类的三江源，它对人类都有非常巨大的价值了，它会引起全世界对我们的关注的。第二个，我们生活在我们这里的实实在在的藏族人民，他们对这一块土地的保护和爱护，也在世界的关注下，得到承认。习总书记讲嘛，青山绿水也是金山银山。对。我们也认为就说是，可可西里的冰山、冰川也是金山银山。我们玉树，完全可以靠着我们的青山绿水，我们的冰川冰山，我们的文化我们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起来的，而且会过得很好。这就是我目前认为的，它的伟大的意义。2014年10月，青海省政府发文决定，可可西里申报世界自然遗产。2016年，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函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正式推荐青海可可西里作为2017年自然遗产项目。2017年7月7日，可可西里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1处世界遗产。我们的可可西里生意是2014年启动的，那么今年就生意成功了。短短几年能够生意成功，它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在这个生意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省委省政府，我们中央的委办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我们的外交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玉树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的。但是我也是忘不了，我们40万就是玉树的干部群众，都动员起来了，他们甚至捡尽草原上的石头，顺坡抹平，那些坑坑洼洼的地方，在他们所能看到的视野里面，没有一点垃圾，修复过去的一些就是建筑遗迹，老百姓是用心去做的。他们那些外国的专家，来了以后，为我们老百姓，为我们干部，还有咱们中国的那些科学家，他们的那一份行动所感动，这是他们告诉我的。这也是让书记感动的地方。是，当然了，还是我们大自然的那种美，那种青藏高原的那种美，我们可可西里那种震撼人心的美，那是它，那是最根本的原因。我们的任务就是让它永远这样美，不要去破坏它。我们的可可西里生意成功之后，它的知名度更高了，但是也有人担心，知名度更高之后，会不会对于它的保护也有一定的威胁？来的人更多了，这一点上面，
我们是有信心的。比如说，我们的可可西里管理局，他们管理可可西里很好啊。我们的那一群可爱的干部，秉承着接上所能大吉，他的那种精神，管理得很好啊。在我们的那片土地上，很久很久已经没听到枪声了，很久很久没听说就说是有倒卖野生动物的了，而且它的自然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我们可爱的藏羚羊也在大幅度的回升的。抓紧机遇，守护美丽玉树、绿色生态。乱采乱挖，那是不允许了，那是违法的了。野生动物那是我们的朋友了，有严格的法律来保障。我们的干部群众认识到了生态和我们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生态保护挂钩民生改善，绿色发展确保百姓获益。让青山绿水，我们的雪山冰川，变成金山银山，让老百姓在保护环境当中呢，得到有收获感，富裕起来。齐米时间迎接党的19大系列节目《对话高原》，专访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吴德军正在播出，精彩继续。1997年，可可西里被设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保护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藏原羚等珍稀野生动物、植物及其栖息环境。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保护力度的加大，盗杀藏羚羊的行为日渐减少，已连续8年没有发生藏羚羊盗猎案件，藏羚羊种群数量逐步恢复，目前已达到6万多只。我在看相关的报道的时候，也看到一篇文章说，连续8年我们的可可西里保护区里没有出现藏羚羊的这个盗猎现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片土地的保护成果。那么这么多年，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当年的这个盗猎，当年的乱采乱挖也都发生在这个地方。但是自从成立三家园自然保护区，尤其是这个18大以来，国家加大了对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保护力度乱采乱挖那是不允许了那是违法的了野生动物那是我们的朋友了有严格的法律来保障了我们的干部群众认识到了生态和我们的就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现在在我们的草原上，你随时可以看到我们的老百姓很淳朴的捡着垃圾，我们的那个小孩在路边，他会自觉不自觉的捡起那些垃圾。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寺院的僧众那个野生动物融为一体互相嬉闹嬉耍就是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这种共存共荣的这种景象，美丽的景象正在形成。刚才书记举了很多生动的例子，那么我们在这片土地，全民都有这样一种保护生态的意识，你觉得这是源于什么呢？这个实际上有一个很深的这个历史背景，不管是哪个民族，我们仔细的去观察它都有一个就说是和自然相依相从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而我们的藏民族这方面就是表现的非常的这个独特，他的这个信仰认为是万物有灵，他的信仰认为是众生平等，它是野生动物为
自己的就是亲人，他是草原上的一石一木，都是有灵魂的，实际上，藏民族真正的一个生态民族啊，他的文化、他的血脉里面都带着这样的一种基因，这是我们能做好工作的一个天然的一个土壤。如果说要让它这样永远的美下去，我们目前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呢？其实有很多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我们要解决人和生态的关系。我们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试点，里面，习主席也讲到了，我们要形成就说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甚至我们的文化也是成为这个生态环境中的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让青山绿水，我们的雪山冰川，变成金山银山，让老百姓在保护环境当中来，得到有收获感，富裕起来，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否则，老百姓的生活搞不好，我相信，环境也搞不好。2016年3月5日，中办国办印发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三江源正式成为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总体格局可以概括为一园三区。一园即三江源国家公园，三区包括玛多县境内的黄河源园区、杂多县境内的澜沧江源园区，以及智多县、曲马来县境内的长江源园区，总面积12.3万平方公里。说到我们玉树这几年的生态文明建设，除了我们可可西里生意成功之外，必须要谈的一个就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这个工作的启动。这对我们玉树的生态建设来说，又有怎样的发展机遇呢？现在已经1年多了，我们第一阶段的工作已经搞完了啊。我们有很多的群众，现在不仅要放好牧，而且还要管护好这片草原。他们不仅是放牧员，还是生态管护员，国家给他们一些补偿，群众非常非常的开心，他们现在已经在点上、线上、面上在管护着自己的家园，国家为他们的这个贡献，也给予一定的报酬，多好啊！我们注意到这个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所涉及的一园三区这个里面，所涉及的4个县当中，我们玉树就有3个县，应该说它的范围和面积是非常广的。那么我们玉树人怎么以一种主人翁的姿态去做好这项工作呢？这也是我们十分关注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在这个体制上面，把相当一部分的这个机构和人员划归了这个自然保护区这一块，三江源国家管理局这一块，实际上我们玉树的这个干部群众，已经从过去的这个生产性，现在和生产和生态，生活融为一体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和这样的一种结构社会结构方面的转型。我相信书记也经常是行走在这片土地，行走在可可西里保护区，行走在三江源保护区。那么你觉得做的还不够的有哪些呢？
生态环境的这个保护啊，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一个话题。就像那个自然遗产大会上讲的，人类无法想象，我们对这个生态的理解，我们对环境的理解，还有一个不断的这个深化的过程。我们的干部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意义的这个认识还要提高。我们的老百姓在生态生活生存上面怎么样达到一个有机的平衡，这还需要我们长期的去思考、去宣传、去引导。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工作启动，可可西里成功申遗，这让三江源地区的牧民更加坚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川雪山也是金山银山。这几年，通过生态扶贫，先后有1.8万人走上生态公益性岗位，越来越多的人有事干、有钱挣、有盼头。可可西里申遗成功了，我们的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已经启动了。对于我们玉树来说，生态保护方面有了双重的标准。对于你们来说，这是压力，或者说是机遇呢？首先，伟大的机遇千载难逢的机遇，玉树人为这个欢欣鼓舞，我们的老百姓真心的感谢党中央、习主席，不用再挖矿了不用担心就是野生动物遭到捕杀了这一块老天爷留给我们的，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一片这个高原美景，可以通过我们的手留给千秋万代的子孙后代了，多好，重大机遇。我们党的19大即将召开，要说18大以来的这5年的成就，书记觉得玉树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呢？我觉得生态保护。我是19大的代表，我会在会上，把40万玉树干部群众，对党中央、对习主席生态保护让我们老百姓得到的实惠那种感激之情表达出来。书记，想象一下未来的玉树会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呢？就像这个自然遗产大会上讲的，无限美好，无与伦比。谢谢书记。